你怎么过来了呀？妹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老家的房子拆迁款下来了，一共有80万，这卡里面呢有30万给你的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你拿着。30万啊？对呀，来，啊，不用了，你拿回去你自己花。给你就拿着嘛。拿着。哎不用了，你自己花，你自己花。哎，回去吧，怎么都不要哎？哎，回去。才30万。哎，哥，你怎么过来了呀？妹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老家的房子拆迁款下来了，一共有80万，这卡里面呢有30万给你的，密码是你的生日，你拿着。30万啊？对呀，来，啊，不用了，你拿回去你自己花。给你就拿着嘛。拿着。哎不用了，你自己花，你自己花。哎，回去吧，怎么都不要哎？哎，回去。才30万。